国际消息，咱要先来关心的，就是黎巴嫩伫这2天接续传出通讯器材爆炸的事件，造成几60人死亡，3000多人受伤。即马以色列政府虽然拢放点点，也毋过外界是一直咧要讲，这以军的精英单位，也就是8200部队，也佮有情报局莫萨德，真有可能就是计划即摆行动的主角。 就在各方将眼光集中伫呼吸器爆炸案的时阵，以色列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据点发动攻势，对以色列南北两线开战，造成重大伤亡。我代表英国偏左的社民党竞选议员、目前担任法学教授的律师杰佛瑞奈斯指控以色列军队、哈马斯甲真主党3方面用老百姓做攻击目标，应该接受国际法庭以战争罪行审判。 另外，爆炸案本身，以色列政府为了高到军方甲情报界，全部对情报单位安怎参加其中拢点点。根据路透社回应各方的讲法，除了叫做莫萨德，也就是特殊总理的国家情报局以外，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所属的神秘单位8200部队，也互外界点名。伊成立伫以色列建国初期的1952年，比莫萨德晚3年。 上早是负责纳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无线电通讯。The unit started with the main focus of being an alerting unit, classical SIGINT unit, signal intelligence unit, then morphed into a cyber operation,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cyber operations worldwide. And 路透社报道指出，外界认为呼吸器爆炸案由莫萨德执行，8200部队是担任技术支援角色。退役人员是表示无法度透露详细情形。不过，这做法正符合8200部队的组织文化，也就是刺激单位18到20出头的少年士兵用创新的手法达成任务。If you think of if someone would have told you yesterday or a day before this event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, you would say, "Yeah, I don't think it's possible. It looks like something from a science fiction movie." I think those are exactly the kind of challenges that make such young people excited, and I think a great example of how smart minds could work to achieve a challenge that looks again crazy when you just think of it of the first time. 萨姆博斯基目前担任投资基金的经理人，伊的同事甲前后期8200部队官兵，伫退役了后，不少人转去科技产业，特别是网络资安公司。这人创立的 IT 企业至少数十间遮尔多，也是以色列网络产业发展甲正好的重要动力。公视新闻，时间人朋友。